新北市政府今日去到议会进行棒球场设施改善专案的报告。时代力量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，即期这市政府所提供的报告内容，根本就无回应到外界问题。特别是73页报告内面只有6页是新资料，而且这6页还含这个设施改善完全无看列。 新竹棒球场改善问题，新北市政府初时第一议会进行专案报告，进一步提出改善方向。不过时代力量党团指出，专案的内容并无回答外界所关心的问题。有球员受伤了，那到底谁来该赔偿？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天的专案报告中看到正式的回应。有这么多需要改善的缺失，到底这样的费用是会由谁来负担？我觉得市府也必须来说明清楚。 针对刷落来球场改善的费用，市府讲照工程契约，那是因为施工品质不良，厂商必须爱进行处理，所以袂个追加经费。如果是工程契约里面的项目，这是施工品质不良的部分，厂商要重新施作，不可以追加经费。比如说外野的看台的漆的部分，这个密漆的部分是属于厂商原本的施工项目，施工不良的部分，厂商会重新施作，不追加任何的费用。议员阁发现，市政府竟然把棒球场开幕迄天560万的活动标案，交新北市一间国小来办理，实在互人想拢无。要求市府爱对外讲清楚。不过市府是讲学校甲教育处是伙伴的关系，真侪活动拢会找学校斗相共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